真歹势，这个 PPT 嘛暂时搁无，所以咱会使先开。咱若手中有这本蓝色的圣诗，会当摕出来吟吼。这条歌叫做《救主耶稣原地来听》，所以这条歌是一条祈祷的歌。只要是祈祷的歌，定义真清楚的话，那安尼就会伫圣诗上尾后会做伙吟唱阿门。所以咱这条歌嘛是一条祈祷的歌吼。来，咱做伙来吟搁较熟悉看的时阵，咱就会当互这条歌会当那小看较紧小看，不过第一遍小看慢不要紧吼。来，救预备来，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困求的声，你大是阮靠你尊名。深深的靠近，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步，恳求你收拾。来，咱来吟第4站吼，咱来吟第4站吼，来，预备来。我心无我命正路，只有主耶稣，你要替我担当艰苦，你会无花路。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步，恳求你收拾。这是咱搁来献开圣诗第599首。咱的生命中，侪时阵会拄着困难，就亲像咱等下咧吟的这首诗同款。这条歌是一个日本的细汉囡仔，7岁尔，伊就拄着病痛，伫门床顶哀求、呼救、祈祷的歌。伊7岁就过身，所以这条歌。是一个日本的查某囡仔7岁过身进前所写的一条歌歌曲，所以当咱咧吟这条歌的时阵，咱会当来想体会，像是也甲这个7岁的查某囡仔倒伫门床顶，伊的祈祷共声，咱会当甲伊做伙伫这个所在的祈祷，因为伊吟讲。无论伫什么时阵，唔通互苦难赢去，唔通悲伤失志。有耶稣的疼，着信有耶稣的疼。咱来听这个曲，真简单的曲吼，咱来听这个曲，听一遍来。真简单的曲吼，咱来吟一遍真简单嘛，真好听。总是这是一个7岁的查某囡仔所写的。愿上帝伊的词啦吼，这个词是一个7岁的查某囡仔所写的，所以咱来吟一遍吼，咱来吟一遍，预备来。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时阵，
唔通好苦难也去，也唔通悲伤失志。有耶稣会听，有耶稣会听，着幸福耶稣会听。第二再来，无论伫什么情妇，无论伫什么境遇，着毋忘将来福气。主耶稣信仰勇气，有耶稣会听，有耶稣会听，因为有耶稣会听。愿上帝安慰，就甲咱做伙伫地，请咱准备心。好，咱时间已经到，咱备办心做今仔日的礼拜。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宽容甲喜乐充满伊的所在，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宽容归互伊。这是咱来唱圣诗344首，圣诗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救主耶稣愿你来听。咱拢起立，三个来唱全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求的声，你大是阮靠你尊名。深深的靠正，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福，恳求你相许，我的救
救主面前还回，脱开我有悔，教我生前拄起我罪，主你的脚位。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福，恳求你相助。我主耶稣你大功德，我何等我是比你相信。你准我祈祷，求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福，恳求你相助，我是幸福我命正。请主耶稣，你要替我担当艰苦，天无白路，求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福。恳求你相助，阿门。咱犹原徛咧，用咱使徒圣经讲出咱信仰的个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来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来全能地上帝大平，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非常请坐。这是咱来启用伫诗篇43篇，暂时也是以赛亚12篇，我来启，三个来用。伫迄日，你会讲，虽然你有对我受气，看呀，主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恁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作证，为迄日恁对迄日恁会讲，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踮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呼唱歌。这是咱三个阿头来祈祷。是阮阁听我的爸，上帝，阮满心感谢学了你，伫你听甲恩典的中间，互阮经过一礼拜久，互阮伫出伫入拢得了平安甲顺遂。阮献上感谢伫你的面前，虽望阮有面对挑战。虽望阮有面对挫折，虽望阮有面对济济考验，总是有主你圣的手抓牵这一切，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平安。
主啊，答阮今仔日备办的心，搁到伫你殿院，要来敬拜服侍，要通过你罗卜传讲的信息，对阮的启示甲帮助，互阮会当明白上帝你美好旨意，愿你圣神甲阮三甲伫咧。通过这个，互阮会当搁一届决定伫主你的听的中间，互阮会当搁较明白上帝你的旨意伫阮的中间的时，阮献上感谢。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会当搁较明白上帝你美好安排。主啊，当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徛起伫桃园的所在，要成做光塔，照亮一个迷信的人。要通过阮的牧师带领阮的长职以及阮的正信徒兄弟姊妹，进入社区调和一个事项，引带搁较侪人认捌你。来加添伫阮的团契甲小组，成做教会帮手，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有主你的看顾，啊，特别你伸出神的手，通过医生的医治，互阮无伫共款病痛身躯的兄弟，会当一直得到医治，早一天搁恢复因的健康，回转到恁的家庭以及圣会三甲来敬拜甲服侍。主啊，当阮将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有你圣神的带领，对头到尾，互阮一切拢得到顺遂。当阮恭敬将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伫你的手中，交托伫内面。这是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三个来看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37节。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37节。三个来听，有一摆一寡法利赛人、拍的人问耶稣：上帝国什么时会来？耶稣应讲：上帝国的来临，毋是人看会出来。嘛无人会当讲，你看伫遐，也是讲你看伫遮，因为上帝国伫恁的中间。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日子要到，恁想要看人子来临的日子，连一日嘛看袂到。有人会甲伊讲：你看伫遐，也是讲你看伫遮，毋通出去，嘛毋通对因去。死若对天这边死，照着天边天迄边，人子伫迄日嘛会亲像安尼来临。不过伊一定要先受真济的苦难，搁互世代的人拒绝。人子来临的日子，会甲挪亚的时同款。迄时人照着啉食过带，一直到伫挪亚入去大船迄日，大水到。甲因拢消灭。迄日嘛，甲罗德的日子同款，人照着啉食买卖，种造起厝。毋过罗德所多玛出去迄日，对天有落雨甲流风，甲因消灭。人子显现的日嘛会亲像安尼。迄日伫厝顶的毋通落来，摕厝内的物件；伫园林的嘛毋通倒转去，就会记得罗德的某所拄着的代志。所有要保存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所有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会得到性命。我甲恁讲，伫迄暗有两个人困共一顶眠床，一个人受带去，会受带去；另外一个人会留咧。两个人负责人做伙。在下石磨，一个受带去，一个就留咧。有两个人伫园林，一个受接去，一个留咧。门徒问耶稣讲：主啊，会伫佗位发生？耶稣甲因讲：尸体伫佗位，即个兔头鹰拢会擒去伫迄个所在，伫遐。以上愿上帝话，搁去听的人。咱即是要献歌队，咱要来赞美的歌，奥秘。
这是要来正道，咱请咱吴润牧师，伊的题目是人主的日子，人主的日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咱都有发现，当咱第一遍今仔日踏入咱的礼拜堂内底，有感觉倒搭无共无？倒搭？好，咱有看见圣诞树伫昨暗时，遮的青年人因拍拼咧钻塔，上时达将即张圣诞树拉拆起来。刷落来，阁有啥物款所在无共无？你有感觉无？咱若看到头前，其实我毋知影是真诶啊假诶吼，真诶吼，真，等下就会当食啦吼，等下就会当食，迄是真诶哦吼，毋是假诶哦吼。即个咱诶插会当中，伫几若个月前就甲我参详讲，安尼到底今年咱诶感恩节要放伫啥物款诶时间？后来阮参详就放伫今仔日，因为后礼拜就是大降节诶头一礼拜，所以拄好来用照美国迄个感恩节诶惯例是伫刷落来，即礼拜诶拜四暗时叫做感恩节，所以咱提早一礼拜，我想是正拄好，所以伫咱诶周报顶头都备办即个奉献茶啊，然后今年诶感恩节诶奉献，我要邀请咱大家，假使咱若有法度，无的确，咱若想讲会当奉献钱嘛不要紧，总是我要邀请咱将咱今年诶上大诶感恩写做一个祈祷。就放伫真内底，或是刷落来几若礼拜拢会使。我阁讲一遍吼，刷落来几若礼拜，你若伫奉献茶啊迄个存去吼，你将今年感恩的代志、感恩的事件，变做一个祈祷，就若落伫迄个奉献茶啊，安尼嘛算做奉献。我会将咱的祈祷。伫咱教会找一个所在来搭出来，听有意思无？所以今年的感恩节的奉献，我要邀请咱，不止假使咱也愿意，当然咱等者会当借着即张奉献茶啊来奉献金钱，这无问题。总是我要邀请对即礼拜开始到圣诞节。咱逐礼拜只要是奉献的时阵，咱拢会当录一张纸伫顶头内底，奉献茶仔内底，然后顶头写咱今年要向上帝感谢的代志，也是事件。这才是感恩节要紧的意义，听有意思吼？所以我要邀请咱来当写用写的，来当奉献用奉献的，不要紧。透过安尼回想咱生命中伫即当内底所发生的侪感谢的代志，咱向上帝献上感谢，这叫做过感恩节。所以我知影咱今仔日阁袂赴写，所以免写吼。今仔日在着，总是咱想着，咱就会当写，会当换做咱的祈祷。就落伫咱的奉献茶啊，我会请奉献的同工，毋通将人落落的纸凊彩迄条，请因拢爱收来互我。然后我会伫上尾礼拜的时阵，伫咱教会找一个所在，就将这个感谢的祈祷，也是事件，就来打出来。所以要邀请咱的记日。过感恩节的意思，不只是奉献，上时也是感谢。更较要紧的是感谢咱的天父，伊怎样引带咱的性命。因为安尼，我要邀请你，也请咱做伙你边仔的人，头前的人，后壁的人讲，感谢有你，有你真好。感谢有你，有你真好。咱做伙来祈祷。
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时常毋知感谢，因为安尼，阮错失阮生命中侪阮毋知感谢的代志，或是人生。求上帝赦免阮，帮助阮，互阮对你来得到快乐甲仰望。帮助阮知，阮生命虽然有限，总是上帝你伫阮每一个时刻，拢甲阮做伙伫地。求上帝帮助扶持，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传统的台湾社会真禁忌讲到死，迄个禁忌甚至到连数字顶头的死嘛无爱，因为死甲死真类似，所以至到咱若来台湾，我相信真侪外国人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因为无人咧选号码时阵真爱选着死，对无？上时真侪大楼内底嘛无4楼，明明都到4楼啊，结果佫跳过呢，有无？不止病院吼，真侪大楼是无4楼的哦。因为安尼，当1986年台大哲学系的老师傅伟勋，伊出版一本册叫做《死亡的尊严》。甲生命的尊严，这本册顶头咧讨论死亡的时阵，引起真侪人的反应甲讨论。傅伟勋结合伊伫美国天普大学所教死亡甲死亡过程这门课的精华，这本册内底以外，其实傅伟勋嘛伫这本册内底咧写伊生命中得到癌症的这个过程，伊透过这个亲身的经历写做这本册，就引起台湾宗教界甲教育界真侪讨论。至到随上这个影响，直到现在真侪大学的通识课程会开现代生死学的教育这门课。就是伫高中的生命教育课程内底，教大家安怎去看死亡这项代志。会记得大概将近20几年前，我咧读台南新学院的时阵，就修过陈宗仁牧师所开的生死学这门课。生死学这门课，伊第一课。陈牧师就台湾讲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陈宗仁牧师伫迄门课第一句话，第一段就台湾讲，其实应该倒变过来讲，就是未知死，焉知生。我毋知我安尼读是毋是有正确啊？吼，未知死，焉知生？这是这个标题。伊安尼讲，伊讲这叫做基督徒的基本精神，就是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咱爱知伫咱的这个世界内底有一寡共同的语言。当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咱会袂记即隔离甲纷争，咱会共同停落来，做伙来欣赏，或是做伙来面对。就亲像音乐，咱拄仔听的音乐，虽然有用中文来唱，总是咱听会听到。总是若无共款的民族听到这个音乐，伊会听到迄个音乐的水，所以咱会停来共同来面对。
或是欣赏。路加福音17章11、19、19节，就是咱今仔所读的经节的头一段，记载一个真细的故事，就是耶稣伫路边拄着10个生皮肤病的人。若是平常，以色列人甲撒玛利亚人会因为偏见甲歧视，无可能做伙真群。总是这10个人内底有犹太人，有撒玛利亚人。因却因为生同款的病，就成做一团。然后因成做一团，因做伙主哀叫。总是当耶稣医好因，却是只有剩一个撒玛利亚人转来感谢耶稣。所以，迄个。路加福音17章13节，因做伙耶稣讲：“阮无去啊，因为阮解散。”这个人因为病破病，就无看彼此，无分隔。结果一个病，一个好，煞开始分彼此安尼，对无？开始分，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咱无咧做伙。所以，因为病痛，互因自责；病痛戒除了，解除了，迄个隔离颠倒转来。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悲伤的代志。人是遮尔悲哀，随上人子来的日子也同款是安尼。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对咱所讲的代志。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21节，咱做伙来读一摆。这个经节做伙来读来。有一摆，一寡法利赛派的人问耶稣：上帝国什么时会来临？耶稣应讲：上帝国的来临，毋是人看会出来，嘛无人会当讲你看伫遐。也是讲，你看伫遐遮，因为上帝国是伫恁中间。耶稣行伫迄个耶路撒冷的迄个路上，法利赛人搁一遍来问，这个提问并无奇怪，因为当时只要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无论因是毋是相信弥赛亚，因拢会渴望上帝全面的统治，所以这叫做上帝国来临。上帝国来临，就是上帝全面要统治的时阵。当然，关系上帝的统治是啥物？伊要怎样统治？当时的人嘛有家己无同款的想象，所以透过安尼，才引起主耶稣伫遮的回应。伫路加福音内底，法利赛人侪摆用无怀好意，迄个伫当等看台湾话吼，伫在你当有迄个真歹意的讲法，所以现代台湾台语的译本就来翻做当，迄个来当的意思就是我要等看卖啊，迄种藐视咧当看耶稣，所以伫圣经内底。嘛有侪摆出现法利赛人伫遐咧当咧看耶稣是啥物？因为安尼，主耶稣其实是针对法利赛人。今仔这段话，伊针对法利赛人咧提醒因讲：你用怀疑、甲偏伪的这眼光，是看无上帝的国度，看袂见。恁生目睭也看袂见。刷落去，主耶稣讲：上帝国就伫恁的心，或是上帝国就伫恁中间。因为原文有两种讲法，这两种拢会当成立。这句话啦吼，两种拢会当成立。所以主耶稣咧对咱讲：你若换一个角度，
你就会当看见原来上帝的主权现在就在统治。你若用纯正的眼光去看耶稣的所做，你就会发现这拄拄好就是上帝的主权伫咱中间的记号。耶稣要对因讲：人咧估算上帝的行动，你安怎计算拢无路用，因为上帝的统治，伊行动的时间、地点甲方式。拢蕴藏伫上帝智慧内底。法利赛人忽略伫因目周前上帝记号耶稣，因为耶稣的临在就是上帝国临在记号。主耶稣安尼讲，有伊伫地所在，草耳人听见，歹脚的会行，死人会搁活。送向人有福音，传福音听。亲爱兄弟姊妹，这就叫做上帝国。上帝国就明明放伫因的眼前，真可惜，这个法利赛人有目睭却看无。路加福音17章20到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日子得要到，恁想要看人子来临的日子，连一日嘛看袂到。有人会甲恁讲：你看伫遐，也是讲你看伫遮，唔通出去，嘛唔通缀因去。所以刷落来，主耶稣活转身，去对伊的学生来讲话。对遐军队主耶稣的人讲，伫迄时，恁虽然渴望看见人子的日子，总是恁也看袂到，因为恁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延迟，比恁所想象的搁较久。是哪家称这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我只有用英文来表达，因为这叫做中文翻译叫做已经发生，也未发生。啊，你讲啥？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实际上，这就叫做圣经内底主要所对咱所描述的一种时间的状况。已经完成，总是也未完全达到。这就叫做基督徒或是基督教信仰内底真正毋茫的意思。咱会毋茫，因为咱知一方面已经完成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咱定十字架，已经过死亡，搁活上天做王。总是另外一方面，也未完全达到。就是因为伊也未过来，咱相信伊要过来，实现将我的德性甲荣耀，这就真做咱共同的毋茫。总是这种but not yet的这个延迟，就是延前，对遐个渴望随看见的人来讲，非常痛苦，侪人迄种信仰的热情，有时会因为安尼来消沉，拄着挫折，甚至凊彩，啥物人讲要去倒，就倒；啥物人讲伫遐，就倒遐，因为遐嘛有讲，伊是比赛亚呢，爱第一呢，对无？过去有安尼发生，现在是毋是安尼发生？就亲像，实际上这嘛已经无真紧啊。就亲像中国嘛有人称伊叫做米赛亚共款。伊讲伫遐，伫遮，遮个
亲爱兄弟姊妹，所以主耶稣才会伫伊的话内底提醒咱，伊要来是事实，总是上帝时间，毋是任凭遐个讲看伫遮，就是看伫遐的人所决定。遮拢是刻意要使弄咱，通对咱摕到利益的人。路加福音17章40到25刷落去，主耶稣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是若对天这边是，照到天迄边，人子伫迄日嘛会亲像安尼来临。不过，伊一定要承受真侪苦难，搁互这世代的人拒绝。主耶稣明明安尼讲，人子要来，就亲像死那。死那是啥物货？死那是闪电。咱等会当有料有期，死那实际上即摆现代的科技介先出厉害，介先当伫前几秒钟会当有伫，总是真歹势，人无法度真紧就反应着，所以就亲像死那共款，无法度来有料。所以只有一项代志是确定的，就是人子耶稣要来承受真侪苦楚，并且互迄世代的人拒绝。刷落去耶稣句两个字，路加福音17章26节到2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人子来临的日，会甲哪啊的时共款？迄时人照常啉食过带。一直到哪啊入去大船迄日，大水到，甲因拢消灭。人子来的日，主耶稣透过这两个故事，要对咱讲，会打击就是挑战遐个中福过完全无方向感生活的人，就亲像咱有当时啊咧问遮个青年。因为我过去时常会带大学的学生，大学1年级入来的学生，我会开始问讲：啊，你读这科对你将来要做啥吗？伊讲毋是咧。啊，我讲啊，你若毋是读这科将来要做啥啊？你将来要做啥？你毋知伊甲我讲上简单一句话讲，我嘛毋知呢。足多哦。我想大学的老师伫遮应该知影我咧讲啥。真侪大学1年级入去的学生，伊毋知影咧做啥呢？伊毋知影伊要读这要做啥？伊只是讲啊，得成绩有够就来啊。这叫做无方向感生活的人。伊毋知影伊咧做啥，然后咧，有当时啊，伊讲伊读的，读第一学期，这要结束，我就问。啊！你将来要做这无？伊讲无啊，我这无兴趣嘞。亲爱兄弟姊妹，人子的日子会严重来挑战这个过中福、无方向感生活的人。这就是这两个故事咧对咱讲的代志。主耶稣对咱讲，就亲像伫那爱时，人食啉过带大水，突然间来，就结束遐个日子。路加福音17章28节到30节，刷落去佫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迄日嘛，甲落地的日子共款，人照常啉食、买卖、种植起厝。毋过，落地对索多玛出去迄日。对天有落火加硫磺，甲因拢消灭。人子显现的日嘛会亲像安尼，落地的日嘛是共款的。人照常食啉、买卖、做田、起做，这就亲像咱今仔讲的，就是过小确幸的日子啦。哦，我就简单，今仔日有通食有通啉就好啊。但毋是咧，我着简单，会当有互我幸福感的日子，安尼就好。
总是完全无想到，火甲硫磺突然间对天降临，将所有看起来真平常的生活拢结束。这就叫做创世纪记载内底两个完全毁灭的故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要对咱讲，咱若做伊的学生，爱备办好，爱警醒，因为人主的日子突然间要来，毋是君算笑的。所以，咱着安怎回应呢？路加福音17章31节，刷落去主耶稣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迄日伫厝顶的，毋通落来摕厝内物件；伫园林的，嘛毋通倒转去。迄日来，人若伫厝顶咧修理厝顶，毋通回头就转去厝内底摕厝内底的器具，因为迄时啥物器具拢无法度抵抗。你伫园林做田嘛共款。路加福音17章32节到3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会记得罗德下某所拄着的代志。所有想要保存家己性命的，会丧失性命；所有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会得到性命。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咧对咱讲，咱性命的焦点无应该只有全部放伫普通的食啉买卖、种作甲起作。主耶稣无谴责这个代志，因为这个代志并无毋对。总是咱是遐个知影人主的日要来的人，所以咱搁较爱活出迄个上帝国的价值甲方向。主耶稣并无爱咱放弃咱现在的生活，毋是。伊爱咱好好来想罗德的某，罗德的某咧走路对无？伫咧走路的过程，迄个火甲硫磺来啊，对无？咧走路，总是伊毋甘伊过去有诶，所以伊翻头对无？罗德的某翻头，因为伊毋甘过度来留恋伊即世人有诶，所以伊回头颠倒失去家己的性命。伫遮会失去甲得到，拄拄好甲主耶稣的使命共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假使咱是属主的，咱是属上帝国度的群体，那安尼，咱就应该活出咱耶稣生命的特色才对啊。路加福音17章34节到3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甲恁讲，伫迄暗有两个困共一顶门床，一个会受带去，另外一个会留地。有两个妇人人做伙底下石磨，一个受带去，一个留地。有两个人伫园林，一个受接去，一个留地。迄个挂号的意思就是。有一寡原文是无的，原文的圣经是无的。当真主的日子来，免想讲要救家己的性命，或是抢救你的财产，因为主耶稣咧对咱讲，就是倒伫共一顶门床，或是伫共一个所在做工课，到时拢要分开，总是。毋通用人的眼光来判断倒一个较好，因为主耶稣并无评论讲到底受带去还是留地倒一种较好，对无？主耶稣无讲哦，所以被带去倒影比留地的人更较好，无得确哦，更较歹，或是更较好。耶稣无评论，伊只有对咱讲：人子来日就是审判甲分别的日。
路加福音13章记载一个记事，咱做伙小看详细来读这个记事，做伙来读啊吼。拄迄个时，有几若个人来对耶稣讲起，彼拉多杀死伫这段献祭的加利利人的代志。耶稣应讲，因为这个加利利人受这款的灾难，恁就想讲因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有犯较重的罪是无？我甲恁讲，毋是。恁若无悔改，拢会亲像因安尼灭亡。伫遮咱读到当时的一场惨案，彼拉多用到耶路撒冷献祭加利利人是叛乱分子的理由，展开一场的大屠杀。咱真歹知影原因是啥物货，总是伊用这个理由来杀死这个加利利人去到圣殿咧献祭的人。对真侪人咧讨论这是毋是历史的事件吼？总是对歹名声的彼拉多来讲，这无算啥物货。咱爱知影，当时彼拉多是杀一个人，杀一群人，拢无算啥物货。总是证人的评论却是讲，啊是啊，若是因受害，是毋是因犯罪？是毋是因犯罪？才会拄到即款的歹运？主耶稣就直接来骂这个讲即款议论，或是心内底有即款议论的人，因实在是讲白贼，因为受害者无比其他的人更较歹，甚至甲因是毋是有罪无关系。因为悲剧或是惨案，袂只有发生伫罪人的身躯顶头，好人嘛会受害，所以毋通黑白讲。黑白评论，掠做发生惨案或是悲剧，甲受害者的罪有关系。假使咱若安尼推论，就甲加害者无啥物款会无共。实际上，伫遮应该爱追究的是迄个加害者彼拉多。你若因为彼拉多有关系，所以毋敢谴责伊，若安尼才真正虚假。耶稣咧对咱讲，邪恶离咱无远，死亡有时搁较近伫眼前。所以咱若用看外迄款的态度来评论讲，因是对还是毋对，因是有罪还是无罪，毋知真正悔改，若安尼伫人子的日，迄天来，拢要面对灭亡。这就亲像门徒伫遮的回应。马太福音第5章44节，歹势，这个这应该是咱今仔所读的37节。路加福音17章37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门徒问耶稣讲：“主啊，会伫倒位发生？”耶稣甲因讲：“尸体伫倒位，兔头鹰拢会起碗起遐。”耶稣无法利赛人讲明迄个具体要发生的时间，对无？进前伊讲恁看无，嘛无伊的门徒说明具体要发生的地点。这就是伊要对咱讲，怎样面对上帝国人子的日来的关键。伊爱咱毋通去问啥物事发生，啥物所在发生，是咱应该爱问讲，即时的我活做啥物款？咱应该问讲，我安怎来看我的性命？不管伫倒位，假使咱若过着一种扭曲、价值观的人生，那安尼，咱必然会
生真做腐败性命。那安尼，当咱的性命产生腐败，到时鹰就会组织来攻击咱，摕掉咱。另外，有神学家认为，主耶稣讲这句话，嘛有可能是咧讲罗马军队的上顶就是鹰，所以主耶稣伫遮指的是罗马帝国的关系要大定死。这两种讲法，我拢会当接受。俄国的文豪托尔斯泰，伊捌写一本册，这本册的名我就写伫顶头，叫做《伊凡·伊里奇之死》。这个故事小说，真短的小说，咧描述一个法官叫做伊凡·伊里奇。伊讲，伊这个人，这世人拢咧拍拼，顶头来爬。对细汉就望会当过一种人生胜利组的生活。所以，伊大汉了后，顺利地考调公务员，做法官，过体面的生活，一切拢是有礼貌、应该。伫工作顶头，伊推卸扛责任，伊做迄个符合公文顶头一切要求以外，伊完全无做。伫社交顶头，伊真有礼貌，连巴结伊的顶司也顺理所当然。直到有一日，伊发现伊身躯有癌症，念伊要死啊！所以伊原底迄种体面的人生，随时天翻地覆，连医生真假咧对伊讲话。伊就拢感觉真熟悉，因为这阵亲像伫法院内底，伊对遮个法庭被告面前假模假样，讲一寡真有礼貌的话。同款，伊的某真假知影伊破病了后，就去走去找伊的好朋友，咧问伊讲啊，毋知伊死了后，我会当得到偌济？所以，伊关心的只是关心讲伊的丈夫死了后，会当得到更较侪钱。伫伊的个别室内底，做伙参加礼拜的同事，因私底下只是伫遐关心讲啊，暗时咱是毋是要拍牌？来参加礼拜总是私底下伫遐呢，摇摇来念讲，嘿，咱暗时几点来拍牌较好？原来伫死亡进前，伊凡·伊里奇才发现，伊规世人拢活伫白贼的内底。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咱小可知影，最近韩国梨泰院的事件，啥物人有法度想象？伫一暗内底，因为人互相吞打。100几个少年人就安尼过身。2004年12月26号，印尼的雅齐省发生大影淹没几万人。2001年3月11号，当日本海发生震度9的地震，刷落来引发大影，真侪基督徒甚至真侪牧师，毋望会当解说是安那会发生这个代志，甚至有人会家己掠做事来解说做因为这个人毋捌无敬拜真神所拄着的责罚。亲爱兄弟姊妹，这个讲法拢是讲白贼。因为这个拢出对人会毋知，甲强行要解说。因为不管是印尼还是韩国，
拢有真侪基督徒，何况他会当断定受接走或是留地，倒一个才是上帝对咱的审判？你才会知受接走当较歹吗？无得较留地较歹咧，是毋是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爱会记即一项代志。咱若要成做一个基督徒，就爱过一种毋伫死，缘伫生，倒伫活的人生。因为咱知影家己必然会死，咱就会好好来享受这个时阵。因为咱知影家己必然会死，所以咱会明白，开始更较清楚知我活地的意义。当咱若活出上帝赏赐咱这个性命的价值，那安尼，我相信咱才达得上帝予咱活这个人生。咱做伙来祈祷，求主怜悯阮。怜悯阮的有限，阮看无，帮助阮知是虽然阮必然会死，总是阮知，阮有生命的每一天，拢是上帝你所赏赐。求上帝帮助阮活，好好享受阮即时、上时活出你爱阮伫这个所在。这个身份，即时的价值甲人生，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你关心。即时咱阁送过来唱圣诗599首，圣诗599首，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时阵。咱三个起立来唱全首。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时阵，唔通苦苦来也去，也唔通悲伤失志。有耶稣会听，有耶稣会听，就是有耶稣会听。无论伫什么境遇，无论伫什么境遇，也毋忘将来放弃。主耶稣信仰勇气，有耶稣会听，有耶稣会听，因为有耶稣会听。会长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咱请邓耀宗执事、黄子伟执事。
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我来报告的进前，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来读一解，三个来读两解。死若对天这边死，照到天迄边，人子伫迄日嘛会亲像安尼来临。不过伊一定会着先受真济的苦难，搁互世代的人拒绝。路加福音17章24节到25节来请。天迄边，人子伫迄日嘛会亲像安尼来临。不过伊一定着先受真济苦难，搁互世代的人拒绝。路加福音17章24节、25节。死若对天迄边，嘛会亲像安尼来临。不过伊一定着先受真济苦难，搁互这世代的人拒绝。路加福音17章24节到25节。咱先归周报第一页，今仔日11月份。伫州的中日，感谢长老李进的执事、黄淑慧执事，咱服侍内容，咱家己来看，以及周间的聚会，咱家己来看；主日的聚会，咱家己来看；小组的聚会，咱有分这个组，咱礼拜三的时，咱会当到伫各组伫遐来参加聚会，也是用。私信的奉献的名目，但是无清楚的，咱会当找咱的中职来更正。咱先开第3页消息的报告。本主日11月20日，两金审查委员会伫礼拜结束了后，伫702召开，请委员各级的主任出席参会。第二，行政部会议。伫中昼12点30分，伫6楼办公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下主日11月27，为大港节第一主日，点大港节第一支希望的蜡烛。第二场的礼拜举行圣礼典、圣餐式，请兄弟预备心。第三，财务部会伫中昼12点伫702。设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教会消息：2023年的月历，请到4楼交易厅来签名领取一户，现领一本。受洗课程将要开班，上课时间11月21到12月初2。要受洗兄弟，请到办公室来报名。关怀礼金，桃园教会以北区的小组65岁以上11月份生日的长者，请各区长向青少年干事领取关怀礼券，实时关怀甲探访。圣诞歌对今仔日开始预告，登记到12月初4杂志。口味有梅子、绿豆及盐酸，盐血啦。单价为18元，哦，不是盐酸哦，是盐血哦，吼，
单价为18元，预购买者请到6楼办公室，宋志堂干事登记。具体消息，本会邱凯婷姊妹11月18日伫桃园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请关心大道甲安慰遗族。今仔日咱像遗族有来嘛，咱桃园教会圣诞节的系列活动预告，主题救恩到这个家，经文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企划核心概念，撒该的故事，咱伫活动时间内容，咱家己来看。大道的事项，11月25，新德中会妇女事工部年会伫本会堂4楼要举办，北中南3区姊妹约计225个人出席，求神保守年会进行顺利平安。第2，为教会礼拜各小组聚会实体线上大道，求主赐予咱有健康甲活泼的灵，共同建造桃园教会。第3，为着桃园教会牧者长职团契首长服侍同工团队大道。第4，为着病痛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祈求大道。第5，为着台湾的疫情甲教会较近的兄弟身体恢复的大道。以上咱请牧师补充报告。我先来介绍正题，我想大家应该捌看过，知影伊过去咱伫中间总是邱妈妈甲凯婷的小弟弟因第一遍伫咱中间，我想邀请因徛起来，互咱来欢迎因伫咱中间，然后咱拍鼓啊来欢迎因啦我想凯婷的过往，互即家有真大的打击，总是毋忘伊的过往嘛，真做一粒种子，互恁逐人拢坚固起来，恁的心也通得到安慰。请坐，请坐咱持续为着即家来祈祷。邱妈妈甲小弟哥毋是基督徒因应该是第一次对吧？第一遍入来到教会，所以咱持续为即家来祈祷，求上帝特别扶持，也甲因做伙伫地，安慰的灵，赏赐平安，甲因做伙伫地。我想我无看到、无接到今仔日第一遍来到咱中间新的人客，所以我要邀请你等一下来当伫行平安礼的时阵，搁较侪甲咱4位的兄弟姊妹，搁较互相来分享。详细来会使，咱会当持续也伫小组内底来进行，搁较侪的互相关心、甲分享、甲带导是搁较好。欢迎咱做伙来参加小组。而且我特别补充报告的，就是对即礼拜开始，咱就要进入刷来后礼拜，咱就要进入大降节。然后大降节每一礼拜，咱拢需要有几位团体来带咱开始。迄个大降节礼拜上一开始就是由咱，所以已经安排好势。这个礼文其实我嘛写好所以请咱各团体爱推出代表，大概5个，上最5个啦上最5个5句尔啦5句尔。这个请咱至少推出5位，总是嘛会当较少，上2个人嘛会当安尼互相安尼讲嘛会使拢会使。所以无局限偌济人，总是咱会当来到逐礼拜的对大降节开始，逐礼拜的这个一开始的礼拜，拢会由因来带咱开始迄场的礼拜。愿上帝祝福，透过安尼也真正展开咱庆祝主耶稣出世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一个要紧的代志。上时咱也庆祝主耶稣出世伫咱中间。愿上帝祝福，就恁知，甲咱做伙伫地。正个特别是要邀请咱大家，咱也会使邀请咱大家伫12月3号即天的暗时7点半来参加教会圣诞节的点灯。这个点灯，阮有一个共识，就是阮要
将伊成做一个祈祷会，所以这个12月3号暗时7点半，要伫咱的教会内底来除了点灯以外，咱会伫遮来进行一个祈祷，毋是听讲道哦，是祈祷哦吼。所以迄天我袂讲真侪话，我只会带大家唱歌尔吼。咱会做伙伫遮来祈祷、吟诗、上时为着咱的性命，为着咱的国家，为着这个世界来祈祷。然后祈祷煞，迄个祈祷会煞，咱就会分几啊队去报佳音。所以要请咱大家，即摆随上咱教会行政部已经开始咧接洽，毋望咱也愿意开放咱的厝、咱的社区、咱的大楼。到时阵12月3号即一天，咱会祈祷会煞了后，就展开几啊路会去报佳音。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对12月一开始所展开的，真正有上帝出世伫咱这个生命、这个世间要紧的意义。所以邀请咱大家下期日，邀请咱大家来参加这个祈祷会。这是咱来上营圣诗388首，上营刷咱请牧师来咱祝祷。咱起立。愿更归心被上帝，愿更献家诚心三位一体，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地的，无疆无尽。阿门，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顶角木岛。好，咱起立三个来报平安礼，平安。